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10個控糖技巧，唔需要好痛苦，令血糖升得慢，穩定啲。第5，幫碳水着衫，即係唔好單獨食純嘅碳水化合物。食麵包可以配雞蛋、配牛油果、配堅果、蔬菜類；食水果可以配無糖乳酪。蛋白質、脂肪同纖維就好似幫碳水着咗一件衫咁，令血糖冇咁容易一下子升高。不過記住，加咗配料就要適量減少原本碳水分量，唔好令總熱量過高。第6，餐前可以考慮加少少醋，例如食大餐之前食一碟油醋汁沙律，或者用水稀釋一啲蘋果醋。醋酸有機會幫助減低澱粉分解同吸收，不過如果你有胃酸倒流、胃潰瘍、胃痛嘅問題，可在餐中間先飲用。飲稀釋醋亦要避免傷到牙齒喎，可以用飲管飲，之後再用清水啷口。第7，食完飯唔好即刻攤喺梳化，簡單行路10至20分鐘，或者做少少深蹲，上落下樓梯都可以令到肌肉直接用走一部分嘅葡萄糖，減輕胰島素負荷。呢個方法好簡單，但係又好實用㗎。第8，高糖飲料係控糖嘅最大陷阱。奶茶、汽水、果汁、手搖飲品、加糖咖啡，因為佢哋都係液體，好快被吸收，血糖反應可以好誇張。即使係果汁，都唔係等於食水果，因為好多纖維已經冇咗。最好選擇水、無糖果茶、黑咖啡，或者慢慢由少糖轉做微糖，或者再轉做無糖。最好係選用一啲健康嘅代糖，例如阿樂酮糖同羅漢果糖啦。第9，食足夠嘅蛋白質同健康嘅脂肪，每餐有足夠嘅蛋白質可以增加飽肚感。減少飯後想食零食，可以選擇蛋、魚、雞、瘦肉、豆腐、豆類、無糖乳酪。健康嘅脂肪方面，可以用橄欖油、牛油果、堅果、深海魚，但對減肥人士嚟講，份量都要注意㗎。第10，留意睡眠同壓力。控糖唔止係食物問題，瞓得差、壓力大，身體會更容易分泌壓力荷爾蒙，令血糖更唔穩定。所以晚晚捱夜同靠咖啡同埋甜食頂住，其實會令血糖嘅波幅更加嚴重。想控糖，分好，學懂放鬆先至係基本功啊！總括嚟講，控糖唔係叫你一世唔好食飯，而係用聰明嘅方法，令身體唔好經歷血糖大上大落。血糖穩定，精神、體重同情緒都會慢慢轉好㗎。